左倾公摸仁波切弘法世界的节目现场哦，我们接下来要请教这个公摸仁波切哦，台湾呢、今年也是一个很动荡的一年，虽然是个龙年，是个好年哦，但是它也是个争执的一年哦。不管是政治的纷扰也好啦，经济的衰退也好啦，哈，那台湾人民很惶惶不安呢、您对于台湾人民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办法让台湾人民把心安住一下，不要这么的惶恐哦？大家都觉得今年可能是一个很不好过的一年。嗯，好。这个其实，在整个的全世界，上来说到，就是台湾是可以说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台湾来说到就最有机会的一个地方，因为台湾本身来说到就是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宗教自由信仰的地方，而且在台湾大部分的人们都是很善良。所以这点来说到就是最重要的。那很多地方来说到没有办法，所有的国民都是这么善良，所以在台湾这么善良的一个地方来说到，就那当然是方法是很多，但是要做善事是最重要的。那而且呢，就是发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所谓的发菩提心跟慈悲心，像比如说经济我们在世界的经济来说到就很重要的在我们实践的经济来说到就。很容易的，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他这个来说到，就是台湾的经济是，那当然是政治人员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都是对政治人员，那就是如果是今天有一个好的政治人员，那就大家就不要那个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自己的那个党派啊各方面的情况下，那就是骂来骂去，只是造业嗔恨心，一直嗔恨心。那么不给好的政治人员也是一个机会。那就是经济也没有办法好起来啊，所以就是所有的政治人员，他们也是为了都是要想把这个地方要很好，所以呢，就是今天如果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领导，这个是看大家的福报。如果在整个台湾的福报够的话，那就是今天领导的人他的能力也很强，而且做什么事情都是会很顺利的。他就是一个领导者，相当就是看一个国家是相当看自己的家一样的，所以整个的家人们都是听话的话，那就是这个家就好起来啊。所以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都是不可以骂来骂去，是，然后就不可以有嗔恨心，那么就是要有菩提心，那就怎么说呢？就是相当就是常常在台湾的选举的时候，那很多人也是很紧张。但是其实实际上并不要紧张，那么可以在谁来做领导这个来说到，也是有很大的个人的缘分跟个人的福报，不光是说你怎么想就会怎么样，这样是在民众来说到就对这个方面是不要特别的生气。那么就是也不能有太大的分别心。对。那么在哪一个当的都是主要是为了台湾好，主要是为了台湾好的，所以你是一定要对他好就是从内心里面不要有嗔恨心，一定要有菩提心来包容，这样就很好。所以台湾本身来说到就有信仰，而且是中国的本身的主教是佛教，所以主要的是佛教徒就是信善的，所以就台湾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最有机会的一个地方。对，这个发菩提心哦。那我知道说我们左倾市都每年都会举行祈愿大法会哦。那今年的祈愿大法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啊？那我再另外请教一下仁波切哦，像我并不是一个这个藏传佛教徒哦，那我如果想要来参加这个法会啊，对我有什么帮助啊？对。所谓的参加祈愿法会也好，在平常的做善事都是，实际上来说到就不分宗教跟不分那个有没有信仰，主要是一个人需要快乐，不希望痛苦，这是很正常嘛，对不对？对。你今天是有信仰也好，没有信仰也好，你主要的是要幸福跟快乐，是不需要的就是痛苦，对不对？所以呢，以这个原则呢。就是主要的，就佛的慈悲跟佛的加持是骗一切众生，不光是在骗，怎么说呢？一个区域跟有些众生并不是这样，骗一切众生是儒道中的所有的众生，不光是我们人类。所以这个当中来说到，就是你有信仰也好，没有信仰也好，或者是你是
有其他宗教的信仰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都是终有一天会成佛的。佛说一切众生都是佛，但是暂时因为你的业力没有清，所以就暂时你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痛苦。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知道他是一个众生的缘故，所以就也是我们要度化的对象。所以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可以祈愿。对。那这个祈愿法会啊的主要的特色有哪些？今年的有别于往年有什么样的活动？因为在我们台湾左迁大圆满佛学会，在台湾的历史来说的就近10年。是。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为了在全球，也是特别为了台湾。有做了很多的法会，大大小小的很多的法会，有根据个人自己的能力范围，就是做了很多的法会跟这些善事。因为这个法会跟善事这些来说的，也是这跟很多的众生的一起的福报跟业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就是一个高僧或者是一个修行者，他主要的想的就是为众生有利益的。一个法会来说的，那当然是做的越大越好，越多越好。但是也是跟怎么说呢，经济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也是当然没有办法是说就是一直都是可以做到非常多的、非常大的，当然没有办法。但是也是有不管是有多么的怎么说呢，辛苦，也是有努力的去做。同时呢，在祈愿大法会来说到，就是今年是首次。第一次祈愿大法会是，所以今年第一次为什么要做祈愿大法会呢？就是在今年在新的一年里面，那么龙年，在很多中国人来说的，就龙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当中，那就是在龙年的头，就是我们在过年的这个最好在那个没有在开始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先把我们做好祈福大法会，先做好祈愿，先做好善事，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像比如说第2天就可以工作，那就至少一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会顺顺利利的，然后就一切都是会怎么说呢？非常顺利的，以这样的缘故。而且最主要来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魔法时代。那么众生都是造很多的业，所以就是功业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很多自然的灾难也是会常常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间，同时呢，就是在对这个2012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也是有在国际上的很多人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时间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就是我们在从台湾宝地，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在做祈福大的法会，那为了全球，跟为了台湾，为了整个的一切众生，就是做这样的祈愿大法会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法的意义来说的，当然没有办法今天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讲完很多，但是也是有相当就是实践圆满怎么说呢？上师圆满法圆满、佛圆满、实践圆满、地殿圆满、眷属圆满等这样的五大圆满的一些。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祈愿大法会来说的，都有5大圆满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单来说到，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时间点。是，我们的今年的这个祈愿大法会有个菩提祈愿卡菩提祈愿卡，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这个大法会新的一年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好的开始就来参加祈愿大法会。那这个你可以不能来的，你可以来这边索取，或者上网下载也可以把你自己心愿写上去。然后寄到这个我们的左清寺来，然后在做祈愿大法会的时候呢，会顺便帮大家来做一个祈愿的动作，非常非常贴心。那我们下一段呢，我们会继续再请教这个仁波切有关于台湾的佛教，有很多的不同佛教，他的看法是什么？